即使你乾身的時勢沒選擇，人間再蒼白，容得下相逢。世界藍圖只等你畫上恐龍和巨塔天下，仍是你畫冊。想得到遠方，我從在遠方，你能看到嗎？城堡靠選擇，容我再攀爬，流無歡野眼前都有遙遠地裏有個夢幻，置身廢城，仍可建造人類最夢幻。剎那，聽得見過山車遊園前世，途中再相等待的人，有時殘酷，至少這段並不是無份曾遺留的約群。若然能被他講大有，想得到遠方，我想有天方，你能看到嗎？城堡靠山城，可再攀爬，流無歡野眼前都有，並何再算那個夢幻天大，別遺落了他，我會害怕。我成人世界，誰沒有無人送我？想他變怎麼會人畫點沙砌好它？